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療的第144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44天，同時也是哈梅内二穆杰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44天。但是最近圍繞穆杰塔巴各種傳言四起。我們來看一看到底怎麼回事首先還是要說一下這個美國和伊朗的雙方的這個打擊是越來越猛烈，已經升級自從伊朗反擊造成了一部分美軍士兵的傷亡。目前看就這一輪打擊造成了4名美軍士兵傷亡，死亡受傷的據說有上百人美軍那這個讓特朗普非常的憤怒，特朗普生氣了，後果很嚴重根據這個 CCTV 報道7月20日，美軍連續第9晚對伊朗發起打擊，本輪打擊範圍擴大至伊朗西北部、東阿塞拜疆、西阿塞拜疆兩省，其中大不里士地區遭襲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傷。分析認為，美方正加大對伊朗的施壓力度。針對目前局勢，伊朗革命衛隊前高級指揮官穆加達姆認為，伊朗需要繼續保持威懾能力，並讓美國明白，伊朗將對美軍的任何襲擊做出同等回應。此外，他指出美國正試圖將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捲入與伊朗的衝突中，並製造地區國家對立，以確保以色列的安全。昨夜，美軍對伊朗革命衛隊發動精準打擊，共摧毀110個目標，包括至少20個導彈發射裝置、指揮總部、指揮控制中心和雷達系統。至少2套防空系統被美軍徹底摧毀。伊朗在美軍的夜間空襲中遭遇重創，先進的防空系統被炸成一堆破銅爛鐵。在第9輪打擊中，美國空軍把伊朗俾路支斯坦省的一個天然氣管道炸毀，美軍還用多枚彈藥攻擊了伊朗西南部達爾胡維因核電站建設現場，這是伊朗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一座商用核電反應堆。昨天晚上，美軍還直接把炸彈扔到了德黑蘭，目標是伊斯蘭革命衛隊核心叫薩拉拉總部。據報道，一位革命衛隊領導人瓦利德哈尼亞在襲擊中當場被擊斃，又一名衛隊的高官去追隨哈梅內伊了根據法國24新聞台報道，自上周德黑蘭與華盛頓重新開展導彈襲擊以來，美國對伊朗南部港口城市班達爾阿巴斯持續發動打擊，其中包括對潛艇維修設施實施了前所未有的海上無人機攻擊。美國通過敦促集裝箱船沿阿曼海岸改道航行，以削弱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關鍵水道的控制權，引發伊朗的強烈憤慨。對此，德黑蘭方面再次對穿越該狹窄水道的貨輪展開攻擊，並稱其為未經授權的航線。美國則對伊朗東南沿海的軍事設施發動了致命空襲，致使德黑蘭再次將矛頭指向擁有美軍資產的海灣國家。而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體上說特朗普發出了嚴厲警告說伊朗每殺死一名美軍士兵，都必將為此付出數倍代價。此項指令已傳達給戰爭部長郝克塞斯、參謀長聯會議主席凱恩以及軍方所有高層領導。截止到目前按照美國軍方的說法，2月28號，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發起大規模空襲以來，美軍已有17人死於這場戰爭，另外有400多人受傷。根據這個央視的報道說美軍連續第9晚向伊朗發動軍事打擊。特朗普表示襲擊是為了給身亡的美軍士兵報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畫下紅線，重啟於伊朗全面戰爭的紅線就是美軍士兵死亡。美國媒體披露過去1周，約旦境內的美軍基地多次遭到伊朗打擊。接連不斷的襲擊表明，伊朗不僅仍儲備着大量導彈，規避美軍防空系統的技術也愈發成熟。
華盛頓郵報19日披露，在經歷了一連串以牙還牙的交火以後啊，美國與伊朗正越來越接近於發生一場全面戰爭。不過，美國媒體警告，由於美軍防空彈藥與遠程導彈庫存持續消耗，儲備日漸不足，美國擴大軍事行動能力將受到制約。這個怎麼說呢？美國人就這麼豪橫啊，在伊朗啊反擊過程中炸了約旦的一個軍事基地，造成美軍啊應該是3名士兵死亡，其中一名女士啊，一個19歲的一個女兵。在美國人眼裡啊，那美國的士兵那一個一個的比伊朗的領袖啊哈梅内伊那還要金貴。特朗普啊，對吧？跟以色列2月28號一下就送走了好幾十個伊朗的高官，包括領袖哈梅內伊。哎，這個都不要緊，但是你要炸死了美國士兵，那就不好意思，必須復仇啊！特朗普說了啊，我記得特朗普當時說了，這只要啊造成美軍士兵傷亡，那就是全面戰爭。那現在就看特朗普了，全面戰爭吧。特朗普說啊，他摧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舉措將在未來幾十年啊帶來回報。我們在該地區的地位是2戰結束以來最強大的。我們從傑米·卡特時代就開始應對這個問題。自傑米·卡特時代以來，我們在該地區的地位從未如此強大，這足以創造該地區更美好的未來。而這也意味着一個更安全的美國。我認為這是我們正在付出的代價。相信我，這將在未來幾十年帶來回報。特朗普暗示啊，將對伊朗發動強硬的報復。特朗普當天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啊，他說美國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伊朗什麼都控制不了。7月20號，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新聞發布會上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的民用基礎設施、醫療中心、橋梁以及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設施的襲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7月20日發布視頻顯示啊，為回應美軍當天的襲擊，革命衛隊對約旦、科威特、巴林的美軍基地實施打擊。革命衛隊稱啊，發射彈道導彈打擊了位於約旦亞克巴國際機場的美軍飛機，嚴重損壞多架飛機，打擊了科威特的叫阿里夫詹軍營，使用無人機摧毀了美軍一處預警雷達系統，打擊了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擊中一處飛機零件倉庫，一座用於停放 MQ-9 死神無人機的機庫，摧毀數架無人機，對巴林的阿爾薩基爾空軍基地和哈利法本薩勒曼港等目標實施打擊。也就是這個啊，革命衛隊的這個反擊啊，那也是很猛啊。作為對美國襲擊我國多個地區的回應，伊朗陸軍1小時前使用地對地導彈對美國駐科威特叫阿里夫間軍營的海馬斯系統發動了打擊，並且啊，伊朗法爾斯通訊社還暗示啊，伊朗革命衛隊將對阿聯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卡塔爾就是王爺國的石油設施要發動打擊。前提這裡面啊沒有沙特，知道為什麼嗎？阿聯酋、科威特啊、巴林都在預計啊，這個油田都在打擊範圍之內。但如果要打沙特油田的話，這裡面就一個麻煩啊，那是要逼這個巴基斯坦出手啊，雙方啊繼續互掐、互相轟炸，而且這個轟炸的力度啊是越來越大，跟美軍這邊造成人員傷亡。那美軍對伊朗的轟炸呢，那也是啊，現在從橋梁、電廠這個民用基礎設施，它也開始炸了，已經開始延伸，所以這個仗啊實際上已經在升級啊。但是啊，這個談判的大門並沒有關上，也雖然雙方轟炸力度越來越大，但是為談判還留着一個口子。首先啊，這《華盛頓郵報》他說情報報告稱啊，美國空襲不太可能改變伊朗的立場。美國情報機構認為啊，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將長期僵持下去，因為伊朗不太可能因為美國的軍事行動而軟化其談判立場。特朗普總統目前不斷擴大對伊朗的攻擊，似乎導致了僵局。根據現任和前任美國官員透露的一份最新情報評估，伊朗政府不太可能因美國正在進行的類似新一輪軍事打擊而受到嚴重的重大影響，也不會軟化其談判立場。那麼這個當地時間19號晚上啊，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
儘管美軍已連續第9晚對伊朗發動打擊，但美國仍對外交解決方案持開放態度。盧比奧稱啊，美方將繼續推動與伊朗實現長期和平，特朗普政府仍然願意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他表示，美方已直接以及通過其他國家多個渠道收到伊朗希望對話的和談判的信號，但美國目前的行動是對伊方行為做出回應。什麼意思呢？按照盧比奧的說法啊，他的意思就是，我們也知道啊，這個光靠打是不行的，還得談判。盧比奧說啊，伊朗已經托人傳話，希望跟美國繼續談判，但是美國沒有停手，要繼續用武力來回應。也就是說，先打一陣子再說，把他炸服了。但就這意思啊，就是說，但是談判還是要談的。雖然伊朗人現在求着要談，但是我們不着急，就這麼一個態度。看呢，伊朗人更有意思了啊。首先啊，在這個央視報道啊，在被問及與美國談判的大門是否已經關閉時，巴加埃表示啊，他說伊朗根據其國家利益進行戰爭與外交決策，外交是我們追求國家利益的工具，就像戰爭一樣。那這個話說的啊，來回顛倒，意思就是談判的大門沒有關上。不跟盧比奧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嗎？實際上，美国、伊朗啊都想談，但是呢，都放不下面子。據外媒20日援引一名伊朗高級官員的話報道，以美談判調解方，也就是卡塔爾或者是巴基斯坦啊，或者是土耳其之類的，就這些國家啊，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緩和目前局勢的提議。該提議建議實施為期10天的停火，以尋求恢復執行以美上個月達成的諒解備忘錄。這個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也說啊，他說伊方已收到美國和伊朗談判調解方的提出的建議，具體細節暫不便透露。就是說啊，是美國和調解方求着伊朗要談判，就這意思啊。他同時表示啊，伊朗內政部長當天將訪問巴基斯坦，就兩國相關事務進行磋商。伊朗從未主動違反以美諒解備忘錄，美國違反承諾導致伊朗採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裝力量正在反擊美國，竭盡全力制止其罪行。那伊朗方面往外放風啊，說特朗普現在在求饒啊，特朗普建議實施為期10天的停火，雙方都別打了，都停手。那給人感覺好像是朗子把特朗普已經炸得受不了了啊。而這個以色列時報報道啊，當地時間20日，伊朗首席談判代表、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社交媒體 X 上發文譴責說，美國人一邊向伊朗周邊地區運送新的軍事裝備，一邊聲稱正尋求結束戰爭，他們在賭我們的智商和他們一樣低。卡利巴夫表示啊，伊朗在識破這些美國式把戲方面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並據此做好了準備。他強調，行動應當印證聲明，而不是與之相悖。這個伊朗啊，紛紛這種強硬的表態啊。伊朗總統佩斯希強表示，伊朗目前處於一場全面戰爭之中，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接受這場抵抗的必然後果。那特朗普這邊呢？是不是特朗普在向伊朗求饒？希望停火10天呢？這個不得而知啊。雙方說法各說各的話。盧比奧說伊朗求着美國要談判，美国說這個伊朗說美國啊請求停火10天。根據以色列第13頻道報道稱，特朗普已向參與斡旋的海灣國家傳達明確信息：如果本周無法達成停火協議，各方因為局勢進一步顯著升級做好準備。也就特朗普說了嘛，特朗普很生氣啊，後果很嚴重。特朗普已經跟中東的王爺國打好招呼了，就是說啊，本周末你們啊有什麼本領啊，有什麼能耐，你趕緊拿出來。你要斡旋啊，你趕緊去勸這個伊朗。本周如果達不成一致，那也就是美國要升級這個戰爭。美國一旦升級戰爭，那伊朗報復的是中東這王爺國啊，是吧？炸他們的油田，炸他們的這些基礎設施，因為美國很有可能啊，真正的要炸電廠大橋了，而不是選擇性的炸大橋，炸的那些通往港口的大橋啊，或者是啊，一些重要的設施。下一周啊，美軍很有可能就要升級了，那就是無差別的轟炸發電廠。美國只要一轟炸，伊朗一定會報復。伊朗報復哪兒？
伊朗報復的只能是王爷国啊，那油田呐、那些大橋啊，對吧？美軍炸伊朗的民用設施，那伊朗一定會反擊中東國家的這些民用設施，那到時候王爺國就受不了了。所以特朗普提前打招呼啊，就是你們要有什麼本領，你們趕緊斡旋啊！我的忍耐就是本周，如果本周達不成一致，那下周我就升級。我一升級，你們做好心理準備，因為你們就要挨伊朗炸，你們早做準備啊，對吧？不要說我沒打招呼，就這意思啊。目前核心調停工作主要是卡塔爾，而特朗普發出這一消息的意思很簡單，留給外交的機會就這麼幾天。海灣國家如果想緩解局勢，那就加勁，再使一把勁。如果還是沒有效果，他要大打出手。屆時海灣國家需要做好防禦準備，因為伊朗主要打擊的是他們。那這個怎麼談呢？雙方的矛盾還沒到河啊，現在離河還遠着呢。現在就是霍爾木茲海峽，一個要求霍爾木茲海峽恢復到戰前，這是美國的態度；一個伊朗呢是要控制霍爾木茲海峽，要行使他所謂的主權。你看这個盧比奧再次聲明啊，在談及伊朗問題的時候，盧比奧說啊，我認為世界正處於這樣一個關頭，顯而易見，伊朗或者至少是伊朗國內某些勢力企圖控制海峽，並以此作為要挾世界的籌碼。世界各國必須做出抉擇，是否允許這樣一個國家控制國際航道？這種行徑完全是非法的、違規的，也是不可接受的。美國將採取必要行動以維護全球航運安全，但其他國家也需要挺身而出，無論是在裝備還是資金方面提供支持，共同分擔這一重任。海峽應該是開放的，免費通行，免受攻擊，免受他們對這些船只所做的一切。如果他們違反協議條款，就無法維持一個有效的諒解備忘錄。你看啊，這是美國現在的態度。而這個伊朗軍方呢，7月20號說啊，任何美國盟友的艦船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時都會遇到困難。那特朗普是不是嘴上說一說呢？目前看不是這樣啊。根據以色列廣播局的突發報道，華盛頓正準備釋放其他地區空中優勢的全部力量，以永久打破德黑蘭的對抗姿態。這一快速升級直接是對約旦美國軍人遇襲身亡，以及伊朗針對海灣地區關鍵民用基礎設施和美軍基地的絕望、魯莽導彈無人機的襲擊的報復。華盛頓的信號啊，不容置疑，手套已完全摘下。通過直接與以色列領導層協調，美國正在發出信號，標誌着一場毀滅性多戰線的戰役即將開始。實際上啊，這一次我說黎叔很生氣啊。特朗普啊，這個後面的打擊，無論是大鐵錘還是大耳光，一定是朗子受不了啊。說啊，標誌着一場毀滅性多戰線戰役即將開始，旨在系統拆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軍事基礎設施、海岸監視節點以及無人機設施。隨着美國戰斧導彈和隱形戰機準備深入伊朗境內猛擊戰略目標，這一迫在眉睫的升級，證明了西方已準備好強制執行一條絕對的紅線，迅速懲罰伊朗的侵略行為，粉碎抵抗軸心，並恢復盟友對於中東戰略水道，就是霍爾木茲海峽的完全主導權。報道啊，隨着美國伊朗局勢持續升級，美國計劃增加在中東地區的軍機部署。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國將向中東地區增派 F-16、F-35 戰鬥機和空中加油機。此外，保加利亞總理稱，保加利亞政府已收到美國在保加利亞叫貝茲梅爾空軍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機的請求。所以特朗普啊，還是老一套啊，一邊威脅，一邊手上也沒停着啊，在加緊調兵遣將。伊朗人不得不小心一點啊，也不要低估特朗普啊，這個對毛拉粉啊、神棍粉恐怕也是個噩耗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啊，為什麼有人對這個特朗普打神棍，他總是抱有微詞呢？他總是批評呢？他怎麼那麼喜歡神棍呢？他們就不願意看見啊，特朗普去打毛拉、打神棍，也不知道為什麼啊。毛拉和神棍啊，現在基本上是奄奄一息啊。為什麼呢？因為內塔尼亞胡馬上就要去美國訪問了啊，一訪問完，美以肯定是要聯手啊，一起
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內塔尼亞胡到美國去見特朗普，那肯定就是商量，他們俩要协商量这个治療方案，对吧？是保守治療呢，還是開刀切除？那最後得出結論肯定是，對吧？動刀啊，要不該切的切掉啊。為此啊，這個特朗普還說了，說美國不會逮捕內塔尼亞胡。這美國好像有個州長是吧？紐約州州長還是什麼？說揚言啊，要逮捕這個內塔尼亞胡。內塔尼亞胡不是要去美國訪問嗎？要跟特朗普商量這個手術方案嗎？治療方案。結果這個紐約州州長啊，他要逮捕這個內塔尼亞胡。那特朗普就說了啊，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境內絕不會以任何方式遭到逮捕。特朗普說啊，內塔尼亞胡正在與伊朗作戰，真正應該被逮捕的是把伊朗和中東局勢推向戰爭和破壞的人。雖然特朗普沒有直接點名紐約市長馬姆達尼，但這番表態被認為是白宮與紐約市政府近期爭議的直接回應。他正在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做鬥爭，後者最近殺害了52000名無辜的抗議者，並且在過去47年裡一直在屠殺美國士兵和其他人。這個昨天是吧？世界杯啊已經結束了，西班牙戰勝了阿根廷隊，奪得冠軍啊。結果這個事情呢，居然被伊朗人拿來這個宣傳啊。怎麼宣傳呢？這個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啊，他說今天早上啊，自己在上班途中收到一位阿根廷前外交官發來的消息。這名外交官認為啊，阿根廷隊在世界杯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遭到了報應。怎麼報應呢？說啊，那些手上沾滿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帶和伊朗人民鮮血的人支持了阿根廷隊。說的就是啊，美國啊，特朗普的吧，還有那個內塔尼亞胡啊，他們好像在賽前吧都公開表示要支持阿根廷隊。那這個阿根廷隊輸給西班牙了啊，所以這個巴加埃就說了，你看阿根廷為什麼會輸啊？那什麼報應啊？因為那些手上沾滿伊朗、黎巴嫩、巴基斯坦、加沙地帶人的鮮血的人吶，雙手就是劊子手啊，支持阿根廷。那你阿根廷能贏得了嗎？他們這個身上啊負能量就是冤孽啊，這種怨氣太深了，導致阿根廷球隊落敗。結果啊，有記者把巴加埃這個說法就問這個阿根廷官方，阿根廷官方到現在還沒回應呢啊，不知道怎麼回應，是不是上天的懲罰呀？好像很多年前是吧，那個上帝之手嘛，馬拉多納是吧？那是上帝的眷顧，這回上帝不眷顧了是吧？上帝要懲罰阿根廷隊啊，因為惡魔在支持阿根廷隊，很有意思啊。這伊朗人開始神神叨叨了啊，對吧？開始魔法攻擊啊，從心理上瓦解美國和伊朗，以色列。這個咱們一直在說啊，伊朗內部的矛盾呢，鬥爭啊，越來越白熱化。這個外長阿拉格齊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表達了幾個意思，對吧？一個是他從來到現在還沒見過穆吉塔巴。作為談判代表，作為這個外交部部長，對吧？作為這個外交戰線上的一個主要的人，他還沒見過穆吉塔巴。第二個，阿拉格齊認為這個革命衛隊裡面有內鬼啊，也就是這個伊朗的內鬼的層級很高，而且是在革命衛隊裡面，他們打着強硬派的旗號啊，要不然說同時開了4場會議，怎麼美國和以色列人都知道呢？而且這些會議都是吧，級別非常高，是那種有的只有衛隊才能參加的軍事會議。都泄露給了以色列和美國啊，這是阿拉格齊的說法啊。然後這個是不是突然這2天伊朗的媒體，對吧，開始說這個啊，穆吉塔巴不在伊朗，在國外也開始傳言，這個實際上都是改革派和這個就是西裝派啊，他們跟那個衛隊強硬派之間的鬥爭白熱化，對吧？一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在那假傳聖旨。一個在那開始懷疑說你這個說的都不對，對吧？那個最高統帥領袖是在國外，然後他所有發的那些聲明都是你衛隊在那編造的，你看看啊，這誰跟誰在鬥呢？好，這個改革派是吧？說穆吉塔巴所有的聲明都是捏造的，都是你啊捏造的。革命衛隊今天又反擊了啊，這個所以說很有意思啊。這個大家很多人他不仔細看不懂的，因為他畢竟是6000年文明啊。對吧？你5000年文明去解讀的夠嗆啊，就不要說美國人了，美國人才250年，人家6000年文明，
鬥的是有板有眼啊，你来我往。好，改革派刚放风是吧？哎，说穆吉塔巴在国外，然後穆吉塔巴所有的声明都是革命卫队放出來的，都是假的。你看啊，哈梅内這個葬禮，作為兒子，作為最高領袖，作為接班人，他都不出現，這個也說不過去，對不對？好，那這個強硬派怎麼反擊呢？啊，衛隊馬上就反擊啊，怎麼反擊啊？7月20號，塔斯社報道。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啊，目前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舉行電話交談的具體安排尚未達成，但普京願意進行此類接觸。一名伊朗消息人士透露，穆吉塔巴·哈梅內伊上任後首次國際接觸可能會是與普京進行電話通話或舉行會晤。佩斯科夫說啊，目前關於這次電話交談還沒有任何具體安排，因此我們暫時無法提供更多信息。但毫無疑問，普京總統對開展此類接觸持開放態度啊，看上去很簡單啊。這個佩斯科夫對這個穆吉塔巴跟普京之間啊電話交流，哎，回應這麼個消息，實際上這裡面啊文章非常大啊，大有文章。所以因為這個伊朗的改革派啊說這個放風嘛，說穆吉塔巴不在伊朗。那很多人就認為這穆吉塔巴肯定是在俄羅斯啊，這個佩斯科夫這個說法實際上就是認了啊，間接否認穆吉塔巴在俄羅斯。反正你穆吉塔巴愛在哪在哪，反正不在俄羅斯。如果在俄羅斯的話，還有必要跟這個普京還電話交談嗎？對吧？那不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嗎？是吧？所以說啊，人家就是這意思，人家就是間接否認啊，說穆吉塔巴在俄羅斯。這第二個呢，也是給這個伊朗的強硬派打氣。就是配合強硬派，你看佩斯科夫這個說法，實際上就是又從間接證明穆吉塔巴是活着的，而且很正常。完了還要跟普京通話，那不是正常的嗎？怎麼可能是傀儡呢？而且你看這個佩斯科夫還煞有介事說，哎，我們正在安排，哎，雖然現在還沒安排好，对吧？什麼時候不知道，但是他沒否認呢，那說明在雙方在接觸，對不對？至於什麼時候打電話，那不知道，对吧？實際上就是佩斯科夫在就是俄國人啊。給伊朗的強硬派在背書，就說啊，這個穆吉塔巴是正常的，不是那些改革派散布的謠言，說他被控制或者死了，或者在俄羅斯，對吧？你看，這就是人家馬上就出來啊，佩斯科夫跑出來放話，來替強硬派站台，來替這個穆吉塔巴是吧站台，實際上就是粉碎啊改革派、西裝派這些說法，是不是這個內鬥非常激烈啊？改革派不就說穆吉塔巴現在所有的聲明都是衛隊發的嗎？那你到時候穆吉塔巴跟地保打電話也是衛隊在打嗎？那不可能吧？所以說啊，你看這俄羅斯人啊，已經真的是參與到伊朗內部的這些權鬥，俄羅斯已經出手了啊，這就說明這是第三個問題，已經入局了。自從那個梅德韦傑夫去參加哈梅内伊的這個葬禮之後，是不是膀子腰桿上就硬了？膀子一方面跟美國的吧，拿腦袋接炸彈幹硬挺，第二個。不僅態度硬了，而且他能力還硬了呢。他把美軍啊炸得稀里嘩啦的，這肯定是得到了某些啊技術或者是情報是吧？衛星定位等等，總之啊，一定是有人給他賦能了。所以說這個地保現在深陷啊，地保已經深深的介入到伊朗。他介入伊朗幹什麼呢？實際上是要教訓特朗普，他想逼特朗普在烏克蘭問題上面幫他，逼烏克蘭讓步，對吧？然後就唆使拱火澆油。這個革命衛的強硬派跟美國對着幹就炸，對吧？前面實際上啊，那個美伊啊諒解備忘錄已經差不多，就是大家的火啊，大家的這個矛盾呢，這個對抗啊，強度啊是越來越弱，對吧？處於平靜了，大家開始打嘴炮了，不实彈射擊了，結果這一下好了，是吧？一下升級，這不就是地保在裡面搞的鬼嗎？所以特朗普啊，他的對手，他背後實際上是地保。不把地保搞定，对吧？他在伊朗這邊也比較麻煩，要麼就下定決心是吧？跟以色列聯手，要發動地面進攻，先一列猛烈的轟炸，一輪啊又一輪，炸完之後要派地面部隊，否則的話啊，永遠就陷在伊朗這兒。有這個地保的支持，朗子的這個強硬派他一定會死扛到底，所以只能啊這個派地面部隊占領哈爾科島。清理霍尔木茲海峽，就這麼簡單。當然了，美軍恐怕有傷亡啊，所以這就是特朗普要下定決心的地方。
我們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